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Go 合法》，又到位民族搞大家做料理的哦。我们学做了这么多道料理，观众朋友，你记得几道出菜嘞？今天要来做给大家料理，这个食材呢，我们不曾用过，但是我猜你一定很喜欢，就是这个剥皮辣椒。 剥皮辣椒味，而来炒猪肉哦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做这个剥皮辣椒炒猪肉，因为呢，我选的是五花肉，所以啊，我要吃比较健康一点，我们就不另外加油了，用猪肉它自己的油脂啊，我们去把它爆香。爆香也是我们今天要学的词，就是叫做天雄。天雄，我现在看肉啊，已经差不多把它的油煸出来之后，放酱、蒜头去提香。 记得哦，不是先放蒜头，因为我要先煸出猪肉的油脂，所以我蒜头是比较慢下的。好，我先下一点点酱油哦，一点点就好了。好，待会我们就要把这个剥皮辣椒放下去了。哦，光闻到就已经很起劲了。这个辣形容词也是我们今天要学的，就是叫做辣。 我要放下去喽。好，我们这个剥皮辣椒炒猪肉已经准备好了，请到一个非常可爱的试吃员哦。你先吃吃看，等一下我再教你讲客家话，好不好？好 ，OK 吗？有配饭很下，配饭很下饭，对不对？今天呢要学的这个词啊，这句话就是叫做剥皮辣椒味，剥皮辣椒味，辣猛辣，辣猛辣，等候吃喽。等候吃喽。 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学到这一道料理剥皮辣椒是很多观众朋友的爱，对不对？而且很多人把它当成零食来吃，越吃越顺口哦。重点是学到了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爆香，天雄，天雄。第二个这个形容词呢就是辣，辣，辣。第三个来学到一整句话哦，来看到这句话就是剥皮辣椒，辣虽辣。 很好吃哦，剥皮辣椒味，辣猛辣，当好食喽。剥皮辣椒味，辣猛辣，当好食喽。你看，把句子分成不同的音节来念，就会好记多了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加油喽！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